各位，Simon 洪新傑咧，經常自稱自己係神所差派嘅趕鬼嘅僕人。咁佢話佢同過好多唔同嘅人趕鬼。咁但係咧喺佢嘅祈禱之中咧，我哋發現佢唔係真心為人趕鬼嘅，而係一以貫之咁為咗呃錢，為咗斂財，所以佢就拖長嚟趕。甚至乎咧有啲個案咧係趕咗成好多年，趕咗8年。都未趕到嘅，仲係話有鬼喺身上面嘅。咁我見到同耶穌所做嘅唔同啦。咁 Simon 話身上面有耶穌嘅靈啊嘛，有耶穌喺個裏邊啊嘛。咁但係耶穌一聲令下，所有鬼都會趕走啦。咁佢咧趕8年都趕唔走喎。咁到底點解係咁咧？我認為佢出於貪心，因為佢貪婪嘅本性，貪得無厭本性，所以佢好唔希望咧，即係啲鬼咁快被趕走啊。嗱，我哋從佢嘅禱告裏邊咧，我哋可以見得到嘅。如果一個真心趕鬼嘅人咧，佢梗係念之在之，都係想求神將嗰個被鬼附嘅人身上嘅鬼咧完全驅趕晒。但係佢唔係嘅喎，佢係求神咧將嗰啲鬼留翻喺嗰個人身上嘅喎。我聽聽佢點講。神啊，亦都求你完全克制住弟兄阿 D 契仔阿 John 身上嘅邪靈。佢哋之間可以跳嚟跳去，取得一切嘅聯繫。求神你切斷，並求神你克制住兩個人身上嘅污鬼喺佢哋自己身上，唔容讓佢哋喺我講道嘅時候，我哋3個人敬拜神你嘅時候出嚟干擾，破壞我哋今日嘅仰望神你聽道嘅時間。又求神你切斷兩位弟兄身上嘅污鬼邪靈，聯合起嚟，對我 Simon 有任何嘅干犯，對我 Simon 嘅身體有任何嘅干犯，有任何嘅攻擊，求神。嗱，佢話求神咧克制翻佢哋身上嘅鬼喺翻佢哋自己身上。咁呢個禱告根本唔符合一個趕鬼嘅人嘅禱告內容。我哋唔係應該求神將佢身上嘅鬼全部趕走晒咩？等佢唔好受到污鬼嘅克制咩？咁點解佢會咁樣祈禱啦？其實我覺得係出於貪婪咯。咁一個貪婪嘅人，到底係咪神嘅僕人呢？到底係咪屬神嘅人呢？我認為佢唔單止唔係神嘅僕人，佢連屬神都唔係啊！佢唔屬神嘅，連一個普通基督徒都唔係啊！貪婪嘅人點？貪婪嘅人咧喺哥林多前書6章9至10節咧講得好清楚㗎，係唔能夠承受神嘅國㗎。裏面點講呢？你們豈不知道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？不要自欺，無論是淫亂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作孌童的、親男色的、偷竊的、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罵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國。貪婪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。所以點解佢趕鬼趕咁耐都趕唔到呢？趕8年啊！阿 D 啊，佢呢位弟兄阿 D，佢為佢趕咗8年鬼啊，但係都趕唔到嘅喎，都仍然有鬼喺身上邊喎。咁好清楚啦，咁咪拖長嚟做，咁咪可以每次收錢咯。咁呢個動機係顯然易見嘅啦。咁所以呢一種禱告就暴露咗佢心裏邊嗰種貪婪，求神將佢啲鬼留翻喺自己身上，而唔係求神將嗰啲鬼咧全數趕走嘅。所以洪新傑 Simon， 我改佢個名叫做洪賊新傑啊，因為佢貪婪啦，弟兄姊妹錢啦，細路女錢啦，Tiffany 20幾萬啦。因為其實嗰啲奉獻咧都係，我覺得都係嘅，因為佢喺度趕鬼，其實係冇意義嘅。到底佢身上有冇鬼，你證明唔到。佢作一輪法之後咧就收錢啦，即係唔使點辛苦嘅，而且就每次借錢加埋借11萬都唔肯還錢，仲要每次即係仲要最近咧喺佢嘅 channel 度不斷咁詛咒人，不斷嘅侮辱人，又話人哋係裝個屎嘅碗，話人哋即係兩夫妻嘅父母啦，即係話人哋兩夫妻嘅媽媽咧出嚟接拍嘅，即係話佢做雞嘅，一個咁敗壞嘅人。一個咁冇品格嘅人，佢點會係神嘅僕人呢？連一個普通基督徒都稱唔上。希望大家遠離洪新傑呢一個撒旦嘅奴才。